它的位置是在咱台南市最精华的地带。当初时要来施工，拢卡路无好，要来投标无人要来投标。咱要推动这个建设的时阵拄到足侪困难，拢一一来排除。原本它是一个理活动中心，那地下室其实会漏水，钢筋也裸露，混凝土会剥落，实在有公共安全的一个疑虑，所以在地方前朝里陈建国里长的极力争取之下，我们踏出拆除重建的第一步，那当时也获得我们中央计划核定的补助，总共400万元。那最后是市府的配合款，总共有3953万5千元，来大力的支持这一项拆除重建的工程。那未来呢，我们这个浅草多功能中心的1楼呢，会移给文化局来做管理，那会朝向委外招商，来服务更广大的一个游客的方向来努力。2楼的部分呢，是由公所这边来管理。那我们也会做多功能的使用，比如说我们会办课程讲座啦、展览活动等等的多元的使用。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点击牌！哇！这个所在就死地下给去万人中心的400万。400万基本上未来没有了，这个是最后一班车，所以说我们总共花了4300多万，每坪造价高达20万又7000块这些还是相当辛苦，但总之我们把它完成了。这个地方未来要开放给配合我们西门浅草商圈那这个活动那也希望说大家都能有一个很快乐的这个活动空间。另外是讲嘅，欢迎收看11月27號嘅中嘉台南電影新聞。為了加強老大人甲新眾朋友伫坐公車嘅服務需求，台南市主攻新眾協會特別以台南如何建立友善無障礙運輸環境來舉辦研討會，會中邀請政府相關嘅單位甲新眾團體做伙討論，希望打造更友善舒適嘅坐車環境。由主攻新眾協會舉辦的台南市建構友善無障礙運輸環境研討會，27日上午在寧德區登場。會中邀集政府相關的部門以及儕儕新眾團體與會，針對友善運輸環境、提升運輸品質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流。副市長趙清惠也代表黃市長出席，並向大眾報告台南市這幾檔打造友善無障礙大眾運輸環境的努力。我們的滴滴反公車在交通局的協助之下，我們也有所謂的智慧等車，就是講你要給那需要服務的時陣，你可以先線上預約。如果你有這個身上需要有這個你的輪椅要上車，你可以事先預約。那這個公車呢會連接你的 app，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要有這樣服務的公車大概是什麼時間會到，你可以順利的。在這個公車的司機上面的協助，可以馬上就可以再上車，然後避免說有一些公車他們有這樣的服務，你又要上車的話會耽誤你的時間，所以這個等車的這個 app 的服務呢，也是我們現在交通局所推動的，那都可以提供大家更便利的預約服務。除了靜態研討交流，主辦單位也特別請大台南公車駛來一隻加底盤的公車，實際體驗搭乘的流程，並進行意見交換。他如果那个公车没有降下来的话，非常危险。台湾现在毕竟进入超高龄的社会，那我想呢，除了我们身障朋友行动不便以外，还有我们阿公阿嬷这些年纪比较大的已经行动不方便，出门的话都要靠大众运输。我希望我们整个台南市的大众运输，从搭高铁到台铁，还有我们的市区公车，能够一连贯的能够有无障碍的便利的一个大众运输，来提供给我们行动不便的市民来使用那个上车跟下车情形回去再给他回报，他客运公司是都有在做，慢慢就会去进步。好这几年的服务有越来越进步。有态度都有很友善的。
我们做起来也很快乐去玩一玩啊，心情也比较好。我们也希望硬体的部分，就是进出站的时候，那些硬体也要跟得上。那要提供一个友善的步行环境，一个友善的搭乘空间，才有办法照顾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可以安全的使用公共运输。公共运输一个很重要的点它除了要希望减少私人运具以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照顾交通上的弱势，让弱势的朋友也可以透过公共运输，包含我们现在在谈的台南捷运这些轨道建设的一些新建，想办法在交通上也获得平权。透过互相交流，不但促进社会对话以及增进沟通的管道，同时也希望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引起市民朋友关心共同参与，让大众更加了解身障朋友的需求，也提升了大台南公车服务品质，营造友善温馨的健康城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创世基金会为了帮助弱势过好年，今年第35届韩式食百买价募集正式开始。连续11档斗力协助的永庆房屋集团台南区4个品牌经管会，每一档拢动员900位同仁出钱出力，为弱势族群献上祝福。创世基金会为了帮助弱势来过好年，每年举办韩式吃饱买价募集的活动。上午甲的永庆房产集团台南区4个品牌经管会共同为活动的募集正式来起跑。伫个名传天鼓、人狮团热烈的相思献瑞民俗表演，由着永庆集团经管会会长吕启伦将爱心接力棒一棒一棒交予台庆不动产。综合国小家长会、甲着综合国小学生，还有社会大众共同加入关注的行列。今年第35届韩式吃饱30，也是我们永庆房产集团连续在台南区11年来支持我们的创世基金会。我想我们社会弱势族群，我们对他们的照顾的资源永远不够。那也感谢创世基金会台南分院，让我们这11年来持续有这个机会，除了在不动产买卖的帮助之外，也能够有这个机会来手心向下来照顾我们这些韩式弱势的朋友们也借由这样的机会，也呼吁我们社会大众。我想我们这些每年我们的弱势朋友们每到过年他们的整个不管是需要大家的帮助，需要大家的资源，这些部分，我想需要更多的社会大众来支持他们也藉由我们这次永庆房产集团的抛砖引玉，也带有希望各位社会大众能够一起来支持。希望大家爱心接力，帮我们一棒接一棒。那我们这一次的爱心红包是600，然后爱心礼是800。那希望大家帮我们宣传，那希望有爱心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联络。谢谢大家这一次的配合我们这样的活动，那希望这个活动能够圆满成功。小朋友其实平常在学校学习，那很多社会的互动的部分，他们可能比较欠缺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给我们学习的成长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在这边代表崇学国小所有的师生感谢创世还有我们所有的贵人们来成就这个好事我觉得很有意义。创世基金会韩式吃饱买价募集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35届。李永庆房产集团台南区4个品牌，嘛连续11档动员900位的同仁，做伙来出钱出力。创世基金会韩式吃饱30个活动，每年全台大约需要募集14000份，包括慈爱年礼800块，甲着应急的红包600块，欢迎各界热心来响应。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根据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的报告，台湾每一档年癌的患者持续增加。西单市安南病院特别成立年房医学中心，为市民提供更完整、大心的就医服务。2、1，请接牌。来，请大家现场大家掌声鼓励。创院12档的安南病院首次成立年房医学中心，大兴打造一站式的就诊医疗服务，会当依照患者个别性，进一步建立个人化年癌治疗。根据国健署的报告，它其实是每年乳癌的病人都在增加当中。那乳癌绝对是我们目前国人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那所以呢，安南医院特别成立一个乳医中心，是方便大台南地区的民众能够就医方便，而且呢有专业的医师跟这个整个环境非常的舒适，让病人在就医的过程当中，能够除了得到更好的治疗以外，也有一个身心灵的一个所谓的疗愈的作用。那当然呢，大家知道乳癌其实是一个慢性病我们目前来讲就是逐年增加，而且是大家存活期很长，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那目前来讲有很多很新的技术，比如说包括化学治疗，然后荷尔蒙治疗、标靶治疗，甚至所谓的免疫治疗。根据卫生福利部资料统计，年癌是台南女性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安南病院院长林胜哲就呼吁，年房肿瘤跟年房检查并无困难，若是发现身体有异状，爱及早就医检查。赖总统上任以后，对于健康台湾的议题，其中一个叫乳房或者是癌症的死亡率要下降1/3。我想，对于乳房肿瘤或乳癌呢，其实它的检查并不困难，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每个月的触诊，还有做乳房摄影，还有做超音波，都可以做相关确定的诊断。需要的时候只是弄个小针穿刺一下，就知道病理报告是怎么样。所以呼吁所有的需要的民众，尤其是妇女朋友们，如果在自我检查摸到肿瘤，不要积极会医，应该赶快到医院来做相关的检查。那各地的卫生所其实每个月都有巡回车在很多活动中心或者机构做巡回的乳房摄影，也希望大家符合资格尽量参加。那也希望这个安南医院在这个创院12年来，整个把大环境跟各个细节做得更好，能够让所有台南市民除了成大集美以外，还可以在安南地区呢得到很好的完整的医学中心水准的照顾。安南病院新设立的年房医学中心有饮水就诊空间、影像检查，嘛是独立的空间，会当提供患者安心并且舒适的就医环境。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一名40岁患者因为长期喙齿花出血、敏感痛痛，而且后瞻喙齿做的骨头嘛严重破坏。原本医生建议挽掉，不过患者希望保留。而经过一档非手术治疗，加保持清洁，并且以抗菌光动力的疗法来辅助，不仅顺利保留喙齿，而且出血加敏感的症头嘛大大改善。新台病院牙周病科的医师丁群展表示，台湾患者对着牙周病的治疗需求愈来愈增加。根据卫生福利部的调查，台湾成年人牙周病的盛行率高达8成，其中一半拢是属于较严重的状况。重度的牙周病的牙周囊袋深度较深，而且伴随着齿槽骨严重的破坏。过去除了靠药物、抗生素的治疗，现在还有针对细菌的光动力疗法，提供患者新的选择。牙周病当然你要先经过这个传统的全部治疗完之后，那如果还有很深的，或是说还有不太治疗没有完全的部位的话，那除了手术或者我们吃药之外，那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雷射的光动力疗法。那雷射光动力疗法是属于无痛，然后也是很快速的治疗，那效果目前来讲也是非常的卓越。那虽然需要一点费用但是在治疗上，我相信可以带来国人应该是蛮不错的一个方式。对，相对于手术来讲，它是一个非侵入性的，对，它只是把药剂放进去，那但是我们要用一些雷射的光束能量来激发它的药剂的效用，来达到里面杀菌的一个目的。医师表示，虽然抗菌光动力疗法搭配非手术的牙周性治疗，会用得明显来改善患者牙周炎的症状，但要达到好的牙周治疗，一定要规律来回诊，接受牙周例行的检查，甲着治疗以外，平时做好正确良好的牙齿清洁，才是控制牙周病上好的方法。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
高雄市三民区有一间在地已经60档的点心档，由第2代甲第3代共同经营，主要是卖葱肉饼甲水煎包。因为头家用料真大方，而且阁是严加介绍，深受在地人的喜意。手工的葱肉饼在锅里油煎，这是在地人击推的早点。葱肉饼切开后，满满的猪肉馅，看起来非常美味。这个摊位有着大约60多年的历史，从祖父母传承到现在的第3代，店家相当低调，在 Google 找不到。不过因为给料大方，加上亲民的铜板价，让许多顾客吃一次就爱上。就是蛮有古早味的啦，里面的馅料那个猪肉馅料蛮多的啦，然后菜也蛮丰富的。我今天买了葱肉饼，因为我之前吃过葱肉饼。觉得味道蛮好的，我就再来买一次这样。你第3代啊呢，也帮因大家来做，透早因两个少年来做。阿公那个做人家大饼那一种开始，然后后面就慢慢演变啊，然后就做这个啊。之前是他们都说皮很厚嘛，结果我就把它改成那个皮薄一点，里面的馅多一点啊。对啊，那就可以吃饱。店家平日分为2个时段贩售，分别是早餐时段以及下午的点心时段。上午由第3代的业者经营，下午则由2代的妈妈过来接手。不变的是，所有产品都坚持手做，2、3代携手经营，传承这个不变的好味道，同时也让上班族以及学生多了一个下午茶的选择。之前妈妈在做的时候，就早上也有啊，下午也有，就客源就不太一样，对。因为早上大部分人家都上班，然后比较赶啊，下午有些人买这个都会当点心这样啊，给他们的员工吃这样。我们在外面工作嘛，因为他手受伤以后才回来的。他回来的时候，刚开始他是不想接，因为他说这个接这个很累。我说总比你在外面工作还要好。虽然在 Google 找不到店家的地址，不过因为用心的经营且传承了3代，是在地人从小吃到大的好味道，更是在当地被击退的隐藏版店家。记者周福庆、陈英君高雄报道。台北市政府甲有线电视公营频道协会合作推出影片精选，其81件作品参赛，参赛者甚至也有65岁以上的长辈，题材丰富多元。颁奖典礼甲新歌典日前盛大登场，嘛希望落实公营频道互民众善用的重要理念。台北5压岁影片甄选活动成果出炉，剧情奖首奖得主郑博允创作的《计划停电》，用摄影镜头带领观众进入停电状态，呈现人们对于生活的想象。社区大学奖由南港社区大学70多岁的汪梅芬获得，用镜头记录台北市多元丰富的生态。这是台北市观光传播局与台北市有线电视公用频道协会合作打造的台北5压岁影片甄选活动，吸引各界人士参赛，投稿题材丰富。我的作品其实就是平常上课的录影，还有一些同学收集的照片。因为我们种田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毒的，所以来我们那边菜被吃了，那些虫都不会死。所以我就很好奇，究竟这1年来附近有来了哪些动物啊，很可爱的。当然我们被吓到的是很多啦，就比如说我们那个蛇啊，就是因为我们的桶子，我们要进去拿剪刀，然后有蛇啊，真的有蛇。这一次有这个荣幸能够得到这个奖，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社团几乎1年来的活动记录，但是呢，因为我的兴趣比较偏向动植物，所以我会观察我们这1年的活动碰到哪些动植物，所以就非常感谢得了这个奖。得奖作品就是我一个大3的一个作业，然后会参加比赛是因为我在学校的系办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资讯，然后就想说就偷看这样，因为以前没有参加过这种比赛，然后想说试试看，然后没有想到就拿一个首奖，然后很开心。对。影片甄选颁奖典礼邀请台北市12所社区大学师生团体演出，精彩表演为活动增添高潮。
那我们要恭喜所有得奖者。那当然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公用协会这个王理事长，王理事长这个非常有先见他找了很多的社区大学那我其实我在松安区当区长的时候我们非常了解社区大学，它是一个终身学习的地方其实我们的长者都非常的优秀，说长者也不是长者，60岁现在不算老。这个我们现在台湾说实在话，尤其是我们台北市现在已经超高龄社会超高龄社会，所以说这一块我们特别重视社区大学的终身教育。所以这次我们的增建我们特别也设了社区大学奖，还有我们的乐龄这个影像创作奖。那其实公用频道，我想这么多年的运作感谢公用频道的协会跟有线电视业者非常的努力在这一块。那这个频道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平台，我们希望就是这个我们大家就是平常。如果有一些现在虽然是媒体禁用钱已经不是那么的迫切但是我们其实频道的资源珍贵。假设我们有一些故事或者是一些影像其实可以在这个有线电视第3频道来播出。这一次呢，我特别也要感谢我们台北市的10所社区大学的支持从去年开始，我就觉得这个公用频道所办的活动。一定要跟社区大学，一定要跟用公益团体 NPO 来互相结合。这个舞台就是属于我们社区大学的所以我开始邀请各个社区大学呢热烈响应尤其孙老师一直带领最好的团队来响应，还有我们好多的舞蹈从去年就是非常有口碑，所以今年呢也很期待看到我们社区大学的表演团队继续给我们支持那么，为了跟社区大学合作，刚刚副局长讲过，我们特别设了社区大学奖，就是各位在社区大学的学员，只要您拍了好的作品，欢迎给我们，我们特别为社区大学的学员设一个奖那不管你拍直的、横的、长的、短的，欢迎来，很好得奖另外就是乐龄。非常鼓励我们资深的公民呢，能够拿起你的手机来拍摄影像，也交给我们。我们有个奖特别给乐龄的这个长者们一起来发表，好不好？那在这里再一次谢谢大家的参与。这个81部的影片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网、公共频道官网，还有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得到。另外，所有的作品呢，我们也会剪辑成精华版在我们的 Channel 3播出。今年呢非常感谢各位的参加。今天除了我们的颁奖典礼之外呢，我们也邀请了10组的社区大学的团体做精彩的表演。最后呢，再次感谢今年所有参赛的作品的市民朋友们，用影片让我们看见台北的真善美。今年影片甄选活动总奖金共14万元，总计有81部作品参赛，热门组剧情类及非剧情类共争得52部，社区大学奖征有15部，另外60岁以上长者创作的乐龄影像奖也有14部作品参加甄选，民众参与情形十分热烈，也体现公用频道推广媒体禁用的重要理念。记者问俊台北报道。原本澎湖垃圾的空地一直是树林区公行里头疼的所在，不过里长何明峰4年前开始整理，被打造成生态园区，最后嘛成功复育火金菇，而且阁有几啊种的蝴蝶品种，变成囡仔生态教育的真好所在。是满地都是萤火虫我有时候我就开放小朋友去抓萤火虫来看但是不能带回去。可以抓来看，哇，小朋友好高兴。我看到萤火虫，哇，抓起来看超高兴。这样。树林区光兴里有一处100坪土地，长期闲置荒废、脏乱不堪，一直被里民所诟病。于是里长何明峰在2020年起便开始进行清扫整理，并且规划100坪土地作为富裕萤火虫的基地。经过多年的努力，成功打造了萤火虫生态园区。本来这里是一个很脏的脏乱点后来我就想，我们是不是废物来利用脏乱点变成一个景点
买你我就是差不多花了差不多7、8个月的时间啦，去研究、去请教，把这个萤火虫弄来的，让里面有一个赏萤的地方嘛，不要到了赏个萤要跑去很远的地方去。光兴里长何明峰说，他花了7、8个月的时间去研究请教，把环境改善成萤火虫可以栖息的生态园区，让里民赏萤可以不用大老远的跑到郊区，只要是环境好，即使在市区内也能有赏萤的机会，而且不止晚上可以赏萤，白天还可以赏蝶。希望说我们的里民啦，大家欢迎民众有空就来这边赏萤，白天可以赏蝶啊。我们白天里面种了很多的花，这蝴蝶蛮多的啦，很多种的蝴蝶，也欢迎大家来这边赏萤又赏蝶。由于萤火虫必须在水源干净处产卵，还得避免光害。何明峰里长说，水源是取自大同山的山泉水，同时也提供了萤火虫的食物田螺，环境除草也不能够有杀虫剂，这些都是环境友善的一环。也借此机会教育小朋友要好好的对待我们的环境。这个萤火虫最主要就是怕光害嘛，怕这个环境要干净嘛，水源要干净。阮的水就是为山顶大龙山，从大龙山那边接水接过来的，我们的水都是山泉水，都是用山泉水。那里面萤火虫呢，食物就是一般人讲萤火虫吃什么他也不知道，萤火虫不是吃素，是吃草的，伊是吃田螺，它是田螺。所以我们要提供它的食物啊，怕了光害，不能有光害啊，环境要干净啊，不能有杀虫剂啊。所以我们就要求生态，我们可以教育小朋友，对不对？假日的话带个小朋友来这边，我们还会导览他，导览小朋友，跟小朋友上课啊，跟他讲一些这个生态的重要，教育下一代。光兴里长何明峰说，每年的4到5月是萤火虫大爆发的季节。明年的赏萤季一开放，欢迎小朋友到光兴里来，近距离的与满园的萤火虫共舞。光兴里，欢迎来赏萤。记者吕奇坤、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1月27日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还记得演练抗震保密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谢生和的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 投资储值。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这个是诈骗。打诈新司法上路，扫荡投资诈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等一下。那个杨秀慧是假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那想啊，不进步啊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这边给我啊，打
打诈新事法上路喽，每当个给我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